2013年你嘅演藝事業大紅大紫，你都係蛇來運動。恭喜！咁咧，首先咧，我今日非常之開心啦，能夠邀請到張晉啦、馬爺啦。咁咧就係before馬爺之前咧，其實咧我有幸咧，我哋公司已經一個新晉嘅導演馮志強有慧眼咧，就邀請過張晉合作過。恭喜你哋戲攞獎啊！係啊，都話好開心啊！就係琴日薛凱琪就喺澳洲攞到一個最佳女演員，亦係呢部聯盟咧對同導演啦、所有演員或者工作人員一個鼓舞啦，係啦，都係一個團體嘅精神嚟嘅。多謝先嚇。咁咧喺度咧，我一定要係同所有投票嘅讀者要更加要推薦下張晉啊！咁張晉咧其實係一個好出色嘅呢個動作演員。多謝。咁咧，佢開始咧就係四川武術體係嘛？四川武術由即係我由阿吳京身上聽聞張晉嘅，就係佢哋北京武術隊同四川武術隊都有啲交往嘅切磋。你每一年都會見嘅，係。每年都會切磋嘅。係啊。係嘛？我識吳京嗰陣時，應該係最早應該係唔知87定85年，即係少年，因為佢細細個開始比賽，就每年都會見㗎啦。係，而你嘅強項就係太極，陳家太極，實戰喎呢個。都要練推手啊，同埋套路都要練，係嘛？咁你其實最強項係太極拳，因為太極劍咯。或者有咩？太極拳係我最早攞冠軍嘅一個項目，93年攞到冠軍嘅。跟住落嚟就係劍同埋槍，即係如果兵器嘅話就我自己就中意耍劍嘅，因為我覺得劍係比較有詩情畫意啲嘅，有比較難啲嘅動作啊。兵器之王啊！嗱咁啊，大家今次更加經過王家衛導演嗰個一個機會之下啦就大家更加多啲人係認識張晉啦。而喺戲入邊嗰個造型或者拍攝或者所有嘢，哇真係好出色嘅，即係好靚，即係你有好多 character。我自己都好意外。你講下嗰個。我自己都好意外出咗嚟係，即係我睇翻個大幕嗰陣時，我都唔係好認識自己嘅，因為我自己本人分別好大，無論係嗰個角色性格即係造型都好大分別，即係完全唔係我。係啦，咁做嘅時候當然有好多嘢需要去學習啦。咁喺黃導演合作呢3年當中，真係可以學到好多嘢。咁文戲上邊即係點樣去琢磨一個角色，即係去揣摩一個角色嘅背後係點樣。咁而喺動作上邊咧就有發爺咁佢不嬲拍嘢都係好好嘅。咁又可以見到佢拍嘅時候係點樣將呢一個傳統嘅拳同埋幾個拳種放埋一齊，會點樣出一個好好嘅效果？即係呢個過程3年當中係可以學到可能10年、30年都未必可以學到嘅嘢，即係好珍貴一個經歷，係嘛？所以咧，黃導演有慧眼咧，再加上八爺更加令到你，即係我自己可以咁講，我都睇諗你參與呢個演藝事業咁多年，足之都開竅，喺呢度原來係成個包裝設計有時真係即係電影就係有呢樣嘢，就一夜之間大家就哇，完全對一個人係改觀晒啦！即係唔係一個人去做到嘅，即係要好多人嘅努力做，即係同埋一齊先至可以出到呢個效果。我自己都唔會覺得係完全係自己做得好好，因為好多鏡頭背後嘅嘢，大家可能見唔到工作人員嘅付出或者係一啲任何一個即係劇務，你都會覺得係為呢套戲付出咗咁多，先至出到呢一個如果講大啲就係成個電影；如果講細啲，好似我呢個角色，咁你企個位嗰啲光個位嗰啲雪嘅效果都唔係我可以做到嘛。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團體嘅努力。咁當然演員，我覺得最好嘅一個結果咧，就係其實好多時候演員因為喺幕前，咁
所以好多佢個光環就落到演員身上。但係我反而因為我入行係做幕後嘅，所以我就會更加去多謝同埋感激有一啲幕後嘅工作人員咯。作為動作指導咁今次真係見到八爺啲鋪排，咁你自己覺得真係咪真係獲益良多啊？原來佢叫你咁擺個方啊，擺個係型，一定係嘅，一定係嘅，即係武術上面嘅講究係八爺不嬲都有嘅，即係特別係呢度佢更加強調呢一個傳統嘅武術，所以佢都拍之前都做咗好多資料嘅準備嘅，咁嗰啲書啊、嗰啲形意拳嗰啲招術啊，八爺都係研究過好多嘅。咁但係你要點樣喺一個電影當中將呢一啲嘢搬上大銀幕之後，俾人睇到係接受嘅、精彩嘅，即係因為真正嘅套路嘅傳統套路打出嚟有啲好睇，但係你唔可能用咁長，即係咁短嘅時間喺電影入邊體現出呢個拳，一個套路30幾分鐘已經好悶㗎啦。你將最精彩嘅嘢提煉出嚟喺呢一個電影入邊，呢個就係八爺最高嘅功力。而另外一方面係你可以見到八爺佢拍嘅永遠唔係單係動作，佢係真係拍緊個打戲都係戲嚟嘅，戲嚟嘅真係你演員點解要出呢一招？唔係為咗某一種嘅視覺效果，而係真係啱呢個角色，佢咁樣狠佢先出呢一招，佢為咗公義為咗報仇先至會咁樣去打。有啲就唔係好狠嘅，有啲公老爺打馬身就唔係咁狠嘅，佢就唔會特別用好有力嘅鏡頭去體現呢啲，即係呢啲就係佢高明嘅地方，係咯。好啊，咁一代宗師一上映之後，大家對你嗰個評價非常之好啦。你自己心態上咧，即係由我諗呢2-3個月啊，你心態上自己有咩唔同咗嘅感覺？初頭有啲唔係好相信呢個事實，真係㗎，即係因為我自己就1月5號，我記得係1月5號睇嘅第一次睇嘅，咁睇完之後當然係好開心，因為嗰陣時未出街嘅，係1月8號先至開始公映，咁我記得係公映咗一路去到香港首映，即係總共20日到咧。咁就嗰段時間係好忙碌，第一係電影宣傳，第二係因為出咗個電影之後反應好，有好多媒體要做訪問。咁即係當然係好開心，係嗰個結果俾人見到咗，即係佢俾人認同咗嗰個演員嘅成果，當然係好開心嘅。可以我睇翻睇完首映之後，八爺都有講，佢話我覺得係你做演員以來嘅最後一個作品。我都承認，我都覺得係，即係因為我覺得呢個係事實，即係我又唔好假天飛啦。係啊，咁當然有人中意邊個唔開心啊？係咪？咁。即係開心咗之後都要即係理性啲去對待呢一個以後嘅路係點樣行。我覺得最緊要其實都係呢個，就好似運動員攞完冠軍之後，你企喺個獎台上邊，永遠係即係將啲嘢釋放出嚟，好開心咁接下。但係攞咗個獎台之後，你永遠都要落喺個地下一步一步繼續行落去。如果唔係以後就冇啦。即係好似呢個演員身份都係一樣。其實以後要行嘅路都係要最重視嘅嘢。係咯，咁喺今年內2013年啦，咁而家你嘅事業嘅計劃之中有啲乜嘢可以率先透露俾啲讀者知道啊？或者有啲人邀請你而家就有傾緊幾部電影嘅，係啦，咁有啲導演都係好嘅導演，都係好想合作嘅導演。自己之前因為拍咗 MV， 而家又即係全部都搞掂晒啦，就準備推出㗎啦。咁呢個就係自己嘅興趣。MV 即係唱歌，咁就唔會有咩好大嘅期望同埋野心嘅，即係完全當係自己一個自己。咁你透露下呢個 MV 啊？你唱歌㗎啦。好啊。呢個 MV 其實我想唱嘅初衷咧就係
中西方嘅文化，因為我自己本身係練武術嘅，其實我覺得中國嘅傳統文化係好珍貴嘅。咁我覺得而家可能有啲年紀比較後生啲咧，就唔係好即係中意西方啲文化可能會多啲，但係其實擺喺自己身邊嘅好多嘢其實係好寶貴嘅。咁自己又想象啲兩方面其實都係有好嘅一面，係啊，咁想將呢一個融合埋一齊，係咪一齊？而且喺個配樂上邊都有啲咁樣中西方嘅嘢。咁而係因為我自己又中意跳舞啦，而係個舞蹈動作上面咧都會有一啲類似武術，但係唔係純粹武術嗰啲嘢。咁同埋西方啲舞加埋一齊，我覺得都幾好玩嘅。咁而係爬 MV 嗰陣時，我就有啲特別嘅要求係要爬 high speed 慢鏡頭，好似跨障礙啊，一個滾身啊，跟住360啊呢啲慢鏡頭，即係做一啲特別嘅動作，即係未必係。即係自己會中意玩下呢啲嘢，有啲特別嘢喺個 MV 入面就有啲睇頭咯，係啦。咁我又想俾人見到一個打功夫嘅人唱歌跳舞，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可能都有人有興趣。都好難得㗎。係打功夫嘅人好少會唱歌跳舞嘅。我要自己即係自己。知道自己唱呢首歌係做乜嘢，我而家係一個興趣啫。如果有人中意嘅，咪繼續唱；如果冇人中意，我玩就得㗎啦。都唔係嘅，最緊要係一個熱誠，即係你嘅熱誠態度感染到，或者你睇咗之後會感染到，會覺得你係更加喺呢方面可以發揮呢個興趣都係得嘅，係咪？希望人中意。如果你話作為演變咗係事業更好啦。咁如果唔係個人興趣，可以表現下自己都係好開心㗎。係嘛？咁啊喺電影上嚟緊，希望爭取你自己有啲咩角色，想爭取即係喺今次係啦，我應該可以話俾經理人聽，或者話俾啲導演聽，其實我好想爭取做啲咩角色嘅種咧，咁即係嚇。我覺得嗱，如果自己講笑，我成日同人講笑，我話最理想就係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即係文武雙全呢個先咩唔好咧？但係通常呢個係理想化嘅，不過係自己咁樣諗嘅啫，即係文武有文有武嘅最好啦。但係我覺得係我嘅選擇比較少啲，即係演員啊嘛，演員身份永遠都係俾人揀嘅，咁其實我就唔會規定係邊一個類型，即係因為我覺得咩角色都試下都好嘅，係最緊要係嗰個角色係可以感動到人，即係感動到我自己，又可以感動到觀眾啦，係咯，咩類型嘅我就自己唔會規定，我亦都唔會將自己嘅即係個事業去定一個目標。因為我覺得冇一個任何即係冇一個目標係叫做成功嘅，即係冇一個標準。就算係你以後做到或者係好過而家，但係可能以後嘅你嘅敬業態度啊，或者係專業精神冇而家好，都唔叫成功㗎。所以我覺得係自己反而係要裝備自己多啲，即係 keep 住去練功。以前嘅武術底唔好甩咗，反而要去提高。咁個演技上面又係多啲去學習人哋即係好永遠嘅做嘅方式。呢個反而呢樣嘢我覺得最緊要。係咯，咁我就唔會將自己 set 得好高位。咁啊，腳踏實地嘅去行。呢個係唔需要你咁快俾自己壓力啊。係啊，按部就班，一步步嚟。腳踏實地。呢個非常之好。咁有冇嘢要補充？講下新戲啦，新戲嚟緊，未得住。呢個一陣啦，停咗我就講啦。而家未透露得住。咁講下同太太相處之道啊。係啊，成日見你喺好演戲啊，係啊，唔係呢個係佢對我嘅評價好高。其實我自己都有好多衰嘢嘅，即係冇佢講得咁好嘅。不過係盡一個普通丈夫要做嘅嘢，即係盡力去做。有陣時都做得唔夠好嘅，係佢睇
太抬高我啦。我覺得係應該一個丈夫要做嘅普通嘢嘅啫，係啊。其實佢難唔難追？佢難唔難追？難唔難氹嘅呢個？都 OK 啊。唔係佢有眼光，佢睇到你係未經琢磨，而家就開始啦。有人講話佢一對宗師出咗之後話佢啲眼光早過王家衞喎。佢啲人呢個絕對正確。佢啲人講笑話，係啊！你睇佢，我咪早過佢啫嘛。佢啲人講笑。恭喜你先希望你嘅演藝事業大紅大紫嚇！嗱，今日利利是是，我哋嘅你嘅演藝事業利利是是嚇！好。